报1300栋大豆沙拉油，检到第1级低干物苯偏皮超标，这批油已经送去一寡散卖的业者。台南警方查到澳门外脚集团甲民宿规栋包落来设机房，利用世界杯卡球赛成人外脚，目前抓到8个人。委内瑞拉大地震到达已经超过1礼拜的时间，罹难人数来到2295位。代理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哀悼1礼拜。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初2中道新闻，我是麦尚莹。先来关心食安的问题。卫福部是接到中联邮局通报，讲有1300栋的大豆沙拉油呢，去验到第1级的致癌物苯偏皮超标。这批产品呢，即马已经送出去，予一寡散卖业者。台中市的这个卫生局是表示讲，已经找这食药署联合稽查，同时也要求业者要赶紧落价回收。原来卫福部长赵宗良是表示讲，目前当咧调查污染的原因。大港主价拢咧用到的油传出致癌物超过标准，食药署接到中联邮局通报，供应予泰山、福寿、福部3间大厂的食用油，验到第1级致癌物苯偏比，1公斤有8.1微克，超过咱法定标准2微克，有1300栋的问题油已经起到做散卖的遐。苯并芘它是属于多环芳香碳氢化合物的一种，那苯并芘也是1级致癌物。那如果民众长期吸到苯并芘，会增加肺腺癌的风险。如果长期吃到含有苯并芘污染的食物，也会增加肠胃道癌症的风险。食药署要求业者启动回收的机制，追查油去到倒位，也要公布受影响的名单。除了有中联油脂家己的大豆沙拉油，也佫有泰山企业10个品项受到影响，包括金酥奶精油、无饱和大豆沙拉油、好利调和油等等，也佫有福部油脂的1级黄豆油、福寿事业的3个品项，包括福寿大豆沙拉油，也佫有福寿健美香油等等。动物科医师也呼吁政府，除了落价回收以外，也要厘清是倒一搭出问题。另外也要厘清来说，到底这些大豆沙拉油为什么会受到苯并芘的污染？到底是加工过程当中高温所导致的，还是说环境污染所造成的苯并芘污染？中联邮局发声明，甲社会大众回示咧，表示检验的频率会对原底一季一改，改做是一批油送第三方检验，确认合格了后才会出去。泰山也公告，有买到问题油的民众会当去办理退钱。台中市食安处6月30接到通报了后，找食药署展开联合稽查，勒令业者积极停工。后手若准查到业者违规无通报，安尼会罚3万至300万。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市卫生局去接到这民众的陈情，去到大寮的红园夜市稽查，结果伫一档专门咧卖四手仔的档去查到超过40种的中国来的四手仔。卫生局是表示讲，这中国来的四手仔拢无合法的进口的证明，所以除了是现场没收消费以外，也会照食安法甲反啊开罚。稽查人员摕大卡袋哪查哪底，因为大头顶悬的四手仔全部拢是违规进口的中国四手仔。高雄市卫生局初一暗时来到大寮的王园夜市稽查，发现这大摊贩看板顶悬就直接写白中国当称的四手仔，敢若摆伫大头的汤仔饼种类就超过40种。卫生局一查，包装无繁体中文、无生产地点、工厂甲日期，全部拢来源不明，依法不收，带回销毁。依同法第47条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锾。现场亦已依同法第52条规定封存违规食品共53.8公斤，后续监督销毁。王园夜市大约真饱大，规模无算大，因为附近拢是徛街，所以逐礼拜3的夜市拢真闹热。管理单位私底下讲，摊商要来登记摆摊，拢会先甲因讲袂使卖违法的物件。这摊来无偌久，可能是有人看袂过去检举。附近民众讲，定拄看少年仔甲囡仔咧买，不只个中国的物件，伊真正袂放心。它里面添加什么东西我们都不知道，有不合格你要怎么讲？我们现在食品维安很重要，如果你往往不小心的话，就次毛病出来了。你看台湾牺牲那么多。卫生局表示，会随时去夜市稽查，为民众的食安把关。因为定拄有民众闪法规空芳，用自用也是改产品名称的方式，对中国大量进口四手仔。监察院6月2日公布调查报告，有要求卫福部、财政部等相关单位要加强管制。其中食药署嘛要求国内18间电商平台要落价违规的中国食品。到6月底为止，已经落价超过4000件。记者柯家族邱超勇高雄场报道。
因为伫高雄凤山红门港中卫区这带部分道路呢，当初是咧画线的时，这厂商是甲路面的边线画作是车道的分界线，因为前差是敢若5公分尔，所以民众安尼无煞啥，定定拢会收到罚单。交通局是表示讲会清查这相关的路段，也会照规定来画正确的路面边线。车路边设路顶凹道，各位汽车停车格。不过详细看，原本应该是伫路肩的15公分跨白线，用笑一样，敢若10公分。为做快慢车道的分界线，这个路段是高雄后山六星街，标线画唔对，出现凹道停车格甲慢车道尖条条的奇景。路缘边线画成快慢车分隔岛的线，导致民众呢误停遭检举开罚。相关区段的路幅宽度以及路灯、变电箱等设施，也证明该处并非慢车道。类似争议道路的标线呢，在市区屡见不鲜。毋但六星街、宝南一路等等的路段拢有烧成的状况。民代指出，可能画唔对的标线主要集中伫凤山红门港中卫区，有要改善，不过进度却真慢，已经造成用路人的困扰。离所停车一定会停的，执行的那个警察或者什么来的话，他一看到就开单。依照法规来讲的话，多大的路要用多大的线，其实它规定就都有。如果是画错的话，应该是政府它本身就要修改呀。来到国庆7街边线嘛，互人画做分界线，无注意白线跨道的民众，共款甲车停伫路边。根据警方统计，单今年1月到5月，当地因为标线错误来检举，就有150件。交通局自行办理的标线工程都依规范设计、施工及验收，但该重划区部分标线是早期重划管线施工或道路复旧时，由施工单位施作。若厂商不熟悉规范，可能造成标线尺寸或位置上的错误。虽然施工时标线毋是交通局所画，不过交通局表示会针对居民所反映的路段进行清查，后续会协调各单位要求施工标线按依规范办理，为源头降低错误的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国道1号湖口到德北路南这段呢，最近这几日是有袂少人伫遮破冷气，目前已经有超过27个受害者，加在是无人受伤。原来这事故原因，哪像就是因为这车冷去插着废弃的五金的材料，这警方是咧调监视器追查，同时嘛派人去甲这个路面摒互清气。恁那顶悬去插着物件，而且佫不止一个，车主实在真无奈。国道1号湖口路南到德北路段，最近传出超过20件恁那去插着画面中，这款看起来亲像是废五金材料的物件。车厂讲最近来修理的几来台车，拢是拄着这款状况。大概15件有15件啊？对，15台车。那都在什么样的状况？就扎到那个一个三角形的钉子嘛。然后大部分能补都可以补了，有的扎到好几个就建议他换掉。他们都是在高速公路上刺到，然后漏气，然后胎压侦测器发报之后来这边检查，然后几乎都是遇到这种的铁片。原地灾情是出现伫国道路南路段，无受到即马雪莲上北的路段也有同款的状况。警方指出，自顶礼拜5开始就接到通报，已经调监视器要来追查相关车辆，来派人巡逻加强清理。受理27件民众报案，目前本大队已调阅沿线 CCTV、ETC 门架资料，并访查周边废五金回收场所，全力追查金属散落物来源及相关车辆。因金属散落物造成轮胎或车辆受损之驾驶人，请保存行车记录器影像、维修单据及相关证物，尽速联系本大队报案。警方呼吁用路人在载货时一定爱将物件固定好势，避免废物落去落伫车路顶面，危害到家己也害到别人。国道警察也提醒民众，驶车经过这个路段要特别注意。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经济消息来看，这美国呢4大指数拢受压，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是落6.27%，所以台股今仔日开盘呢已经落无到46000点啊，上价是来到45981点，原来台积电上价是来到2445块，是破60块。现行利率水准不变的情况之下，我们预估大概在9月下旬，那整个情势明朗化，主要央行们可以不用采取升息动作来抑制通膨，那这时候就会全球市场就会受到一波的激励。9月下旬到10月这一段时间有一波，那相当不错的一个表现。
不过，其实这专家嘛提醒讲，若准各国的央行呢，因为美伊冲突的关系，或者油价抢悬，全球经济拢受到影响。到时阵这股市呢，可能会有愈大的这个震动，修正的幅度会比今年3月要搁较大。另外来关心的是，行政院总谈判代表杨定年呢是互人认定这场霸凌有成立，昨这行政院是甲伊停职，那总统府也伫昨暗的是发布总统令甲伊免职去。针对着这杨定年讲这颜慧欣入去到经贸谈判办公室上班是受伊推荐的这款的讲法，颜慧欣伊的老爸是讲，迄是讲来要互人侮白清的。行政院政委兼经贸办总谈判代表杨定年，因为牵涉前经贸办副总谈判代表洪康会场霸凌的案件，总统府初一暗时发布总统令，甲伊免职。进前调查报告出来，行政院就宣布依法甲杨定年自7月初1停职。杨定年发声明，无排除用法律手段，那为是质疑讲，干那上任的文官才有停职的问题。从制度上来讲啦，政务官就是去留，政务官任免，他本来就是首长的权责。考试院解释，政务委员是由行政院长提请总统任命，按照流程，行政院先照相关的办法停职职务，才提请总统免职。然而杨定年防免职了后，颜慧欣的老爸前财政部长颜庆忠初一发声明。强调甲颜慧欣无作孽的职业变做国家制度，才是行医公道。佮表示杨定年讲颜慧欣是由伊推荐进入 OTN 的讲法，是挑拣互人不被清楚事实。整个行政院危机处理是0分，是荒腔走板。特别是对于专章昨天职场霸凌专法的上路，我更认为是一大讽刺。好，因为他说的有个力量在支撑这个，就是让他离开，或是说出他对这个副总代表不利的部分。怎么我感觉是相反呢？我们看到严前部长他的声明，那真的感同身受那能够感受到他的痛心。颜庆忠也向监察院发声，希望调查过程态度公正，重新建立优先公务员的工作环境。行政院秘书长张顺涵表示，调查报告会勘的检验，行政院尊重也接受调查报告，也尊重杨定年，因为是当事人，伊做的后续救济行为。监察院初一回应，经贸办疑似涉嫌康会场的霸凌案件，已经伫4月2日立案调查，目前当咧进行，一定会赶紧理清事实，展现公信力，也安慰死者。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的部分，大先来关心的是，这委内瑞拉大地震到今呢已经超过1礼拜的时间啦，罹难的人数来到2295个。代理总统罗德里格斯是宣布全国哀悼1礼拜。虽然讲这黄金救援时间即马已经过去啊，也毋过现场也是有这家属是无放弃希望，留伫现场空手安尼握，希望会当救到因的亲人。毁灭性的上地震已经过7天啊！地震迄当阵翕到的画面，袂输敢若是天伫咧摇，地伫咧海。真侪委内瑞拉民众若想到心内抑阁诚惊，为着要安顿大家悲伤的心情，抑阁替救援的人祈福。首都卡拉卡斯一间天主教大学办一场追思弥撒。伫咧地震后差不多规拢海去的拉圭拉，4月来的救援人员依然无放弃，空救援狗伫敢若早摆共款倒去的建筑物继续找人，到暗时抑阁无停。伫外地工作的27岁男子安德拉德，伫地震了赶倒来找，发现因兜的厝倒去，厝内人也拢无去。Y me encuentro nada más que la torre que tengo aquí, es la única que yo vi parada y mi familia toda está allá atrás. Ah, claro, tengo a mi mamá, tengo a mi hermana, tengo a mi sobrina, tengo a mi hija, tengo a mi cuñado, tengo a mi mujer. Todos se me quedaron ahí. 安德拉德虽然真忝啊，不过为了要找厝内人，甲志工群最近2日起倒来厝的冷棚内面，虽然无找到因厝内人，不过有救到其他9个人。Pero la fe todavía la tengo intacta de que si voy a seguir, voy a sacar a mi familia y voy a sacar a la gente que necesitamos sacar y vamos a seguir dándole. 联合国警告，委内瑞拉可能有680万人受灾。虽然有来自世界各地几多千位救援人员，不过在国民众对政府的救灾行动真不满。
一开始是伫咧分水甲食物的所在，现场正混乱，大家拢用抢的，而且真侪所在拢发生抢劫的事件。也有民众发现，连警察拢涉嫌伫咧灾区偷摕贵重的物件。根据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的资料，这边的相地洞部分损害或者是规个拢损害去的建筑物，差不多58,870栋。联合国难民署甲世界粮食计划署拢希望会当募集资金，为灾民提供未来3个月粮食，也有临时大的所在。因为灾区附近边的太平间无够近，委内瑞拉政府调用拉圭拉港口，将罹难者的棺材暂时放伫咧遐。本土电视台报道，根据一个专门伫咧计算失踪者的网站统计，委内瑞拉也有超过43000人失踪。联合国也估计死亡人数上尾可能会增加到1万人。公司新闻网络媒编辑。有一对来自罗西亚的爱琳娜呢，因是无任何安全的防护，空手去爬美国纽约的帝国大厦，伫400外公尺悬的所在来求婚。虽然讲这个画面是真做经典纪录，也毋过落尾呢，两个人落来了后，就随互警方甲抓起来，有可能是因为这危害公共安全等罪，互人甲因起诉。7月初1中昼时啊，伫纽约帝国大厦天线顶悬超过443公尺的悬度，这对伫乌色面大的罗西亚极限背壁正盘，扣乌色的布条，顶悬写“当爱的力量赢过权力，世界才通享受和平”的标语。原底掠准只是表达和平诉求的行动，也毋过两个人退转去平台了后，遂开始求婚，因为拄啊好是中昼食饭时间，真侪曼哈顿民众挖过去看。Just sitting over here on my lunch break, and then I just saw a flag, and I was like, I thought it was like for the 4th of July or something, a new edition. 这对罗西亚极限背壁的正盘是今年33岁女性尼科劳，也有32岁男性比尔库斯，因为常常伫世界各地咧背壁，伫网络是真称。Netflix 捌伫2004年甲因的故事翕做纪录片，即届因空手去爬纽约帝国大厦，也互来看卡球赛的游客行一条。Not our first visit to New York, but and it's not our first visit up the Empire State Building. But it's crazy. It's like being in the movies. I was thinking, how did they get through security? I mean, if you've ever been up to the observatory, it's really intense security. You go through metal detectors, all sorts of things. I just can't believe that they made it past a certain point at all. 两个人伫帝国大厦顶悬停差不多半点钟了后才离开，就随后警方以危害公共安全等罪嫌甲抓起来。专家表示，两个人背壁的行动毋但危险，搁较显示大厦有安检的空隙，这两个人有可能互人送办起诉。公司新闻警官庆编译。昨7月初1，当时嘛是英国戴安娜王妃65岁的名单。虽然讲已经离开要30冬的时间啊，也毋过这英国人也是真少念伊。1981年7月19，拄好满20岁的戴安娜王妃穿8.3公尺长的婚纱，和迄时王位继承人查尔斯伫咧伦敦圣保罗大教堂结婚。伊的笑容、伊的歌声，拢是注意的焦点。两个人煞尾伫咧白金汉宫的露台出现，外口的街仔路人是满。全球各有7.5亿人用电视直播看这场世纪婚礼。啊，不过伫咧威廉和哈利王子虽然煞出事了后，一切拢走正。Well, there were 3 of us in this marriage, so it was a bit crowded. 事实上，伫咧查尔斯和戴安娜王妃结婚进前，查尔斯就常常暗中联络伊的朋友卡米拉。结婚了后嘛无停止。戴安娜王妃面对婚姻的不如意，表示真离婚咧做母亲这个身份。以后头一天去上课的威廉，家己经介意的衫，佮要带两兄弟仔去参加慈善活动。I take them round homelessness projects. I've taken William and Harry to people dying of AIDS. I've taken the children to all sorts of areas where I'm not sure anyone of that age in this family's been before. 戴安娜王妃家己行出深宫大院，和人民相斡。伊捌去巴基斯坦的癌症病院募款，嘛捌亲身到非洲的安哥拉推设情侣活动。伊行过世界各国，嘛互人叫做人民王妃。随望婚姻的痛苦，互戴安娜王妃决定离开查尔斯。两个人伫1996年结束15年婚姻。啊，不过戴安娜王妃煞变作是头点名对的目标。1997年8月，伊甲男朋友去巴黎佚佗的时阵，伫咧一个磅空内底飘车，不幸过身，36岁就离开世间。She was an exceptional and gifted human being. In good times and bad, she never lost her capacity to smile and laugh,
nor to inspire others with her warmth and kindness. I admired and respected her for her energy and commitment to others, and especially for her devotion to her 2 boys. 7月初1拄好是戴安娜王妃的生日，那是伊个活的拄好满65岁。伫60岁做生殖期的时阵，2个后生拢出现过肯辛顿宫的花园，开幕纪念母亲的雕像。虽望戴安娜王妃已经离开人世间30冬啊，啊毋过伊做公益，关怀社会精神，亲像这座雕像永远留伫咧世间，互大家来怀念。公司新闻曾慧斌编译。继续等来关心，咱国来看这台中市府甲美国在台协会是做伙来举办无人机论坛。市长罗秀燕是强调讲，这中部地区发展无人载具产业的竞争力，这是大家公认的。因为学者是认为讲，这台湾应该就要注重功能性的产品，安尼才通甲中国的市场来分互开。台中市长罗秀燕会同美国在地协会处长郭瑞元做伙进场，为2026台中无人机产业甲海外商机论坛起鼓。这场第一届由地方政府甲美国在地协会共同举办的国际性论坛，邀请真侪中部地区的产官学各界人士共同针对无人机的发展趋势甲未来合作交换意见。双方拢表示，这是一个真好的开始。因为我们有研发、生产、制造无人机的5大产业链，这5大产业链分别是晶片、光学、航太、材料、机械以及精密机械等等。Last year, Taiwan rose to become the United States' 4th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a milestone that reflects not just the scale of our relationship, but its strategic dep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are not simply trading partners. We are 2 of the world's most technologically advanced and complementary economies. 罗秀燕强调，台美双方拢有看到无人机的大需求甲多样的发展性，中部的5大产业链嘛会推动发展，为台湾打造后一支复国新产产业。美方也表示，这是一个合作的好时机。产业代表认为，透过无人机的研发甲合作，会当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无人机它有些复合的这些所谓复合材料它还是需要用到一些比较精密级的加工中心去来做。那我想这个部分会带动我们台湾的整个这个产业链。还有我们台湾的产业的韧性。那学界是表示，中国发展无人机的技术甲产业已经偷偷走向大众化，台湾应该行较有功、功能性的路来应对挑战，才通拼出家己的一片天。针对某种特殊用途的一个使用，这个绝对也有包含国内自己的市场，那甚至于未来有机会打成一个国际的一个市场。学者表示，台湾的体质正在透过甲美方的合作，用伫相关的技术甲 AI 的能力，除了会使生产更较好的无人机，嘛会当加强相关产业链的竞争力。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来看，国民党团是来提出2400亿无人机条例，而且这罗斯宝也加码讲要编500亿的特别预算来争取技术移转。另外一方面，这民众党团伊嘛提出家己的版本，主张爱回归年度预算。也那罗总统伊是批评这在野镇也侵犯着行政权，呼吁大家都爱支持行政院版本的2100亿的特别条例。国军强化建军备战，要用特别预算发展无人机，打造飞航供应链。毋过行政院规划2100亿特别条例，正正是先予在野党动落来。国民党团提出6年2400亿的版本，以年度预算的方式编列。另外，那位罗斯宝按算要贴价编列500亿的特别预算，甲美国买高端的无人机，争取技术移转。国民党无人机相关的预算规模有要2900亿。最快下个礼拜这个分几年，他们这里面来讲，我们可以基本上可以搭配。比如说，如果国民党团的版本通过6年，那就跟着6年。民众党同款嘛提出因无人机条例版本，主张倒转去年度预算。在野党要拼找3议会副委，总统赖清德就批评讲，在野党违反宪政分立，侵犯行政权。毋过国民党就反驳，指出条例是法律授权案，毋是预算案，要编也毋编是行政院的权责，无违反宪法的纪律。国民党立委辜富城就点名，行政院版本是咧压鸡唔正蒲。所有人都要来分食这块大饼，但是到底谁真正的有心于长期的无人机的发展？我觉得你既然谈，我们不反对这个发展，但是我们反对用揠苗助长的方式。用这种大家很有可能这个贪快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希望特别条例啦，特别预算不要常态化，然后我们希望发展国家的国防，那也要谨守我们国家的财政纪律。蓝白不违宪就不会立法，
还是透过违宪的方式去立了一个没有用的法，假装支持，其实在打假球呢？ IDF 经国号战机初一为台东飞出去，飞行机的事故下骹搁挂飞弹，团讲就是中科院以专案研发的空射型雄风3型反舰飞弹。IDF 挂飞弹飞去9片外海，完成头一摆实弹射击，提升国军伫咧空中的反舰能力，又搁进一步啊！记者综合报道。 木栅指南宫是举办大典，总统赖清德是头届甲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碧荣做伙来出席，现场也有另外一个人，就是蒋万安。赖总统伊是讲到，这台北市呢大水河造成内河淹水，伊指出地方政府应该就爱提出这治水的计划。也毋过蒋万安伊煞回应讲，其实这台湾根本就无咧欠这政治喙簪，应该就爱团结来面对天灾。 阿秋小将问，伫目沙地方的大代志，指南宫的庆典，总统赖清德第一届和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碧荣合体出席，工场的阁有要拼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300。对参选到底时，沈碧荣拢对伫总统的身躯边，也若蒋万安人伫遮，赖总统也搁在发声讲，调也爱赶紧通过总预算，也讲到进行大水河造成内河做大水是真罕见，指出地方政府应该提出治水的计划，也特别肯定沈碧荣真关心民众的需求。有淹水的地方都要去检讨，真正淹水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如果有不足之处， 就应该提出治水计划，中央一定会大力支持。我是很肯定沈伯洋委员，那么第一时间就到内湖来探视民众淹水的情况。大家不分党派、不分立场，来这边为台北、为台湾祈求风调雨顺。台湾最不缺的就是相互指责，制造更多的 政治口水，我们需要的是团结一致，面对各项的天然灾害。在台湾，任何一位领导者都要以苍生为念，以民为本，拒绝制造仇恨跟对立。赖总统离开了后，蒋万安又应几句，那其实伫同一个时间，国民党的主席陈立文也陪南洋的人去目沙市场扫街。主席会不会觉得自己是票房毒药？ 你怎么看？民进党派来的。陈立文头一届复选拜票，民众反应差真济，也若邀请陈立文坐镇的台北市议员杨实道表示，伊袂烦恼，因为安尼影响选情。记者综合报道。 2020年世界杯卡球赛即马是踢甲断裂，不过呢，煞有跨国集团是咧趁这条侥幸钱。台南市的警方是查到一个非法的跋筊机房，发现这是澳门来的集团，因甲这个民宿安尼规栋包落来设机房，利用这个世界杯卡球赛请人来跋筊。警方已经抓到主嫌等8个人，初步估计这缴本有900亿。 真侪警力提醒要冲入去二楼掠嫌犯，台南市警察局第4分局初透早伫台南一栋高级透天厝，掠到跨国的非法跋筊机房。大好2026年世界杯卡球赛踢甲结噗噗，澳门知名的跋筊组织上准世界杯会当赚大钱，就安尼来台湾，6月中甲规栋的民宿包落来设机房赚大条的。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里？那我觉得好像一个恐怖组织在这边是一个不定时炸弹，我觉得也很惊慌。 他们在国外订房不方便，那他是台湾人嘛？我说那台湾人就加个赖，那就加赖之后就名字也就是正常一般狗狗的照片，然后我们就想说 OK 啊，好，那你朋友要订房，那我们就帮你打订单，那就正常打订单进来了。那进来之后，我们也就正常收到定金，然后就接待这组客人，就跟一般的客人完全没有不一样。民宿内底的嫌犯袂负反应，当场互警察压咧。警方抓到姓林的主嫌丁拢总8个人，其中有几人为是港澳人士，嘛查扣电脑主机、银幕和手机等证物。初步估计这不法的利益有900亿。初步估计，该集团透过网络提供下注，累计签赌账计金额将近新台币100亿元。前案依赌博等罪嫌，移送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
因为这个组织分工真有路，转来设计的钱嘛足复杂，插口的设备已经全部予警察封起来，要进行监视。涉案的8个人陆陆续续在做笔录，专案的依照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跋筊等罪嫌移送法办。警方嘛讲，继续要查下盘跋筊的人。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其实这诈骗集团呢，常常利用这个假消息拐民众来扫 QR code， 也是讲拐人个资，甚至是偷录你的信用卡片。上北市警察局甲这个悠游卡公司是来签轰炸合作备忘录，建立延后有疑虑的买卖，也来缩短这个 QR code 有效时间等等的措施，希望会当建立预防机制。那另外呢，这 NCC 嘛来实施会当查号码的语音警示功能。即马买物件、食饭，真侪人拢会惯使用 QR code 纳钱。不过，这煞正做诈骗集团的新目标。警察指出，诈骗集团会透过假吊奖通知、钓鱼假简讯，也是假网站，拐民众扫 QR code，佮要求办电子支付，也是输入口座的资料，骗个资佮透露信用卡。上摆警察拜时甲普遍率悬的悠游卡公司签防止诈骗合作备忘录，加强电子支付轰炸。你的 QR code 停留太久，被拍照走了，拍照走了以后，诈团就马上用你的 QR 去相关的 POS 机上面就大刷特刷现在金管会也有要求，希望这个 QR 产生以后几秒钟以后就消失。警察甲悠游卡公司合作，未来若发现用电子支付有诈骗风险的时，除了会透过125联防备台即时通报，卖设然后买卖保留款项，互警察有时间介入查证，避免民众的钱一个都互诈骗集团拐去。希望甲打击诈骗的工作，为事后的查缉提早到事前预防。签署 MOU 来创造公私协力的主要目的。那这一次的合作的重点有5大项，分别是验证、风险管控、拦阻以及识诈宣传。更重要的是，未来我们积极的做教育训练的合作。除了电子支付轰炸 ，NCC 嘛，伫7月初1开始全面导入稳装号码的语音警示。民众若接到稳装号码电话，会先听到这是稳装号码电话，请注意提醒，提高民众的警觉，减少民众受到诈骗的风险。记者郭金宏、志光台北报道。卫福部顶个月有5个修正药事法第6条之一，要来增加3项事后避孕药来列入管理甲追踪的制度。这个消息一出来，就随引起社会议论。有妇女团体是表示真不满，因讲这紧急事后避孕药呢是愈早使用，安尼效果才会愈好。即马若要加强管控，恐惊或者性行为无通好及时来处理。若是性行为无避孕，也是发生非自愿的性行为，为着避免有新72点钟内就会有食事后避孕药的需要，卫福部在6月25根据药事法第6条之一，有个修正要甲3项事后避孕药来入管。卫福部证处林正义虽然配合这款药本地就要有医生处方签才摕得到，无改变处理方式，也毋过消息出来引起社会议论，妇女团体嘛批评这是侵害女性身体自主权甲生育权的决策。真是连踏入妇产科都有困难的情况之下，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72小时内去医院看诊来取得修法应该把它松绑那让民众可以在药局可以购买以外也希望能够有配套措施。事后避孕药转为只是用药，我们期盼政府可以设置兼顾隐私又具用药安全的咨询服务，落实孕产、避孕、月经等性别平等教育，提供进便也具有可负担性的药物及相关资源。妇女团体呼吁卫福部袂使在无配套就加强管控甲追踪，若无恐惊互合法处置的方式变少，嘛应当参照 WHO 的建议，加上害性较低的事后避孕药列做非处方药。若卫福部长崔日在卫权委员会接受质询的时表示，别赶公施行，会建立配套以后再来做。包括药师提供用药咨询甲相关管理措施，希望兼顾民众在紧急状况方便取得药物的便利性，嘛确保安全使用。世界上有些国家已经把我们另外这2个所谓的事后单剂使用的，就是在性交之后单次使用的高剂量的黄体素这个药物呢，那么改列为所谓的指示药啦。好，那我们也会来再研议一下，应该很快就会有结论。但是在这个配套没有一起搭配的时候，我们不会去贸然把这个预告就把它实施了。
妇女团体呼吁卫福部在制定女性避孕配套，应当爱考虑无共区域、族群等的需求，嘛着爱做性别影响评估。若准备追踪药物，嘛着爱兼顾孕妇保密性，避免未成年受暴女性也是性侵被害者等唔敢寻求协助。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早起8点的时，伫关岛附近的海面，今年第9号风台巴威已经形成啊。目前离咱台湾还阁真远的，气象署是有阁爱等到后礼拜才会当确定对台湾敢有直接的影响。若这礼拜这天气要是真烧热，今仔日气象署呢已经针对10个县市来发布高温的资讯，也提醒这屏东有可能会连续3天拢出现38度以上的高温。这礼拜日头真美，天气有够热。气象署也伫拜四发布10个县市的高温资讯，其中屏东可能会连续3天出现38度以上极端的高温，民众都尽量避免晒日伤久，爱加啉水，才袂着晒。今天跟明天比较偏向于东南风啊，所以在高温的预测图上面的话，主要的区域都有机会来到35甚至是37度，尤其是在双北以及在中南部的内陆地区。那我们有针对了屏东的部分的乡镇发布红色灯号的高温资讯，那意思就是可能会有连续3天的38度的高温出现。气象署表示，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礼拜之前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敢若东南部甲恒春半岛有南山的短暂阵雨，部分山区也会落短暂的雷公雨。台湾的东方是太平洋高压势力的范围，那它的势力往中国的华南这边伸展过来，因此我们在高压的范围底下，天气上大致是比较晴朗炎热的。今天的话，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台东、恒春半岛这个地方还是会有些断断续续的降雨，有些地方甚至可能会有到局部大雨等级的降雨出现了。中午过后的话，还是会有午后热对流发展，所以在山区以及中部以北一些近山区的平地的地方，可能会是有午后雷阵雨出现的机会。气象署也指出，拜四早起8点，伫关岛东边的海面有形成今年的第9号风台巴威，目前离台湾要真远，要等到后礼拜才会当确定对台湾的影响。因为台湾附近虽然更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不过伊是向海南岛行线，气象署预告未直接影响台湾。记者郭佑基、谢桂玲台北报道。来看6月底大水雨是造成台湾农业损失真严重，即阵啊，就连这蛤蟆呢养殖业嘛来传出灾情啊。伫咧中华沿海饲蛤蟆的这个窟啊，就是因为雨水甲透甲正去，而且佮拄着即几工的高温，结果蛤蟆大量死亡。初步估计这死亡率是来到6至8成，损失的面积超过400公顷。路边的蛤蟆壳塌规堆，这拢是因为6月底大水雨落伤强，造成中华县蛤蟆养殖业灾情严重。因为落雨地势窟内咸水变正，蛤蟆挡袂牢，死亡率超过6成。落2遍，一遍拢落差不多1尺水嘛。我来下咱农部做一遍降价，即摆佫拄着蛤蟆繁殖季节，全吐卵嘛，吐卵煞挡袂牢嘛，死亡率差不多6到8成啦。中华县政府表示，县内饲蛤蟆的面积大约1330公顷，丰原乡就占931公顷，是县内上大的产区。即届先拄着连续大水雨，造成气温严度向下降。后来渔民免换窟仔水，佫拄着出大日头，2项原因夹做伙影响，互蛤蟆挡袂牢。初步统计，丰原乡目前大约有466公顷受损。丰原地区大概有将近900多公顷的这个蛤蟆的窟啦，请到咱四方会看来看，都确实是损失到6成到8成的一个损失哦。6月份的强降雨，然后造成我们许多养殖户有受到影响，希望中央尽快重剪、重宽、重塑，然后尽量让我们养殖户可以尽量得到补助。中华县政府表示，目前已经向中央争取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希望赶紧核定公告补助，减轻养殖户的损失。渔民嘛讲，目前蛤蟆产地计数一斤大约50至60块，若产量继续减少，预估1个月后计数可能会起2成至3成。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伫家己的冷气潭水库上无有200只龙洞狗，安尼四界爬走。家己县加贴疾病防治所今年4月开始，伫水库来设置这智慧围栅，要来集中照顾甲管理这龙洞狗。结果煞有一寡民众妨碍着这个计划，若是四界安尼乌白饲狗，而且佮甲已经抓到的佮甲放互走。加贴所是宣布这款行为已经收集证据，会依法来甲办理。
一大阵狗仔挡伫咧车路中，互过路的民众毋知影要安怎过。而时嘛，四界拢看会到龙洞狗。初步估计，仁义潭水库周边龙洞狗上无200只。为着要解决这个问题，嘉义县加强防治所配合乡公所，伫仁义潭执行智慧围篱的计划，甲龙洞狗集中管理。此专案乃是以动保人士合作，进行全区域大量捕犬、绝育以及狂犬病疫苗施打，甚至提供医疗与照护。针对问题犬只，则将令予收容，不予回放。这个计划是用食物来城附近的龙洞狗管理去智慧围篱，结果煞有人乌白痴，妨碍龙洞狗食围篱内底的食物，嘛有人偷放围篱内底的狗仔，破坏计划的执行，造成仁义潭水库周边门后看甲生狗的饲料，龙洞狗的问题嘛无法度解决。这狗仔吼愈来愈大阵，伊就会造成讲咱伫遮来游客，有遮风景区，污染嘛会造成。咱若徛过，就人足爱讲都袂惊啦。迄落人超倒摆会惊人，还无就危险。家畜所表示，这个计划为4月开始到单，一寡民众的行为，毋但对龙洞狗的管理造成干扰，嘛影响到仁义潭水库周边的环境。煞来袂阁退让，针对因的行为已经有收集证据，若是阁有相关的行为，会依法来处罚。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文化新眼界来看，第37届团结金曲奖已经公布入围名单，其中这屏东恒春建成150周年的纪念专辑《春霞小唱》，是一口气入围作词、编曲，也有演唱等7项大奖。另外，这当年投入晚酒民谣传承的国宝张立贵，伊嘛摕到音乐类的特别奖，也有入围最佳演唱奖。是个月那到，讲要来礼汉那钱。歌词唱着爸母种番薯，为着请囝儿的辛苦，演唱者陈庆祥老师这条乡村民谣《思乡记》，提示时势爱感恩惜福。吴曲仁老师的编舞调，用传统乐器乐琴伴奏，同款表达天下爸母心，奉劝大家爱友好时代。这2条民谣歌曲收录伫纪念专辑《春霞小唱》内底，嘛入围这届团结金曲奖的最佳作词奖。哦，若讲到我会入这个金曲奖哦，真正是我意料之外。我是想讲，就落去啊，改成讲安尼去试试看就对了啦。无像较早人拢嘛点油的尔，若去倒呀，就一罐米酒吼，大家就爱啉吼，就妈妈说，就你一句我一句就唱啦。是。所以民谣安尼流传了，咱的民谣。是足有意义的。团艺师拢真欢喜，第37届团结金曲奖30公布入围名单，屏东县政府出版为着纪念恒春建成150周年制作的专辑《春霞小唱》入围7项，有最佳专辑制作人、最佳作词、最佳编曲、演唱等等，展现屏东伫传统民谣和现代音乐融合的创作实力，嘛互恒春民谣搁一届受到关注。最困难的部分就是让它如何可以用新的编曲，然后用年轻的语汇，再重新，你还是听得到这个凤港小调，但是呢，你会觉得好像听了一首新歌一样。除了专辑入围6项，当年努力伫晚酒民谣保存甲传承的国宝张立贵，今年也得到团结金曲奖音乐类特别奖，嘛入围最佳演唱奖。县府文化处表示，这届入围是对规个表演团队的肯定，未来会推出艺文计划，让恒春民谣文化继续传承落去。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咱来墨西哥自1986年以来是头一届伫世界杯的淘汰赛当中晋级，伫首都有140万球迷是做伙咧庆祝，也毋过场边所安尼失控去，人真是安尼互相下体，造成上无4个人死亡。当地时间30日半暝，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市闹彩彩，是40年来上热情的卡球庆祝会。因为墨西哥国家队2-0大赢对手厄瓜多，进入16强。市中心的解决大道甲地标独立天赛纪念碑4边聚集数10万人，不过因为人伤济，烧烟烧客发生恐怖意外，有3个人无喘气，包含一位19岁女性甲44岁男性现场急救无效，一位48岁女性送病院救无回来，还有一位35岁男性因为严重氧型压起来无救回来。La Fiscalía General de Justicia ya inició carpetas de investigación en todos los casos por los hechos que derivaron en el lamentable fallecimiento de personas. Hago un exhorto
a que la investigación llegue a las últimas consecuencias。总统信保姆祝福国家队晋级，也对死者甲家属表示慰问甲支持。墨西哥队后一场比赛是拜5礼拜会伫主场阿兹特克体育场迎战派对湖的英格兰队，结局带到CB有关会设真济转播的大金幕，岸上的起搁较侪人。市长保罗加德已经下令加强安全甲卫生措施，也呼吁民众看球爱冷静，食酒唔通食伤济，才袂失控。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下晡晡天气，稍后咱继续甲时间交互汤啊。今仔日各地侪云到好天，高温烧热，干那东南部地区甲恒春半岛有南山日渐准雨。下昼时，新竹以北、昆嘉地区、甲其他山区有局部日渐雷阵雨，而且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出现的几率。以上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